天气不好。你会剪了？对啊，去哪里剪？在这边。在这边剪。对，我这边水洗。这你会剪吗？不会，你要教我。我要学啊。对，你教我。改天天气比较好，我就教你。好，教你怎么剪。明天吗？啊？这种天气，明天吗？明天。明天哦。啊，要好天气。不要嘛，不要给我。这个给你吃，这给你吃。如果你教我，哎，我可以帮助你。真的啊？对啊，哎，不错。我来这边工作啊。哎，不错哦。你来这里先剪。这个来工作可以哦。对，有那么多的箱子。对啊。所以需要帮助啊。你是在哪里来的？我是台中人啊。哦，你台中来的？对。台中这么早就来了？对啊，他睡不着，他睡不着觉啊。他说你一定要来工作，所以我来了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来上班？哎，请他来了。没有事。没有事啊？请他来了。那不错哦，那好啊。所以我来帮助啊。好，你看那么早来这边，你看嘛。太湿了啦。要先这样，第一刀，第二刀。哦，很简单，我会。你会啊？对。这个你还不这个吧？你再这个，你自己抓。那个头要这个吗？先叶子。叶子不知道，你看这很多都。先那个枝条先剪。不，先这个。先剪那个。再剪第二刀。再这个。OK，这是你的，那是你的了，带回去。2次，你看，先一个，我给你看，太严格，你看，我给你看这个，就说叶子不要叶子喽。那个不要剪，那个没关系。不用，先这个，你看。对。再来这里。对，可以吗？不简单哦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太长了吗？我们看，太长一点点。短一点吗？稍微平一点，再一点点对，正 OK。我们一起做这个东西。现在太湿了啦。现在不是。这可以了，这平可以了，一干就散了。对了。它这干就这个太湿了哈。OK。你稍微碰到，它会那个。对。会火烧干，就是一个皮。不要。皮就受伤了，没人要买了。皮受伤了没有办法买。而且衣服马上湿了会冷。怎么办？而且你湿。现在不可以买。现在不能动哦，这个太湿了。太湿，衣服会湿掉了。会冷的。不要。剪起来这个皮肤会伤到了。没了。OK， 我明白了。湿了再伤。所以天气好的时候。对。要天气好了。要再剪一个看看，再平一点就对了。对了，就可以了。OK， 你剪起来摸一下。我是你的帮手。这个虾不明白啊。OK， 你意大利来的？对。哎呦，他吃披萨的啦。马 K， 我是橘子我。吃橘子。尽量吃。天气好的时候我来。对呀，那天气湿，我溜得太早。不要湿了。天气不好的话，不能剪。不要太早。天气好的话，就可以剪，可以怎么剪都可以。他是老五啦，我是老五、老六、老幺。我老六，他是老五。我也是兄弟啊，你是最小的啦。对，可以。我年纪比你大，我年纪比你大。对大。你今年几岁？50。那还小孩子嘞，那还小孩子嘞，对。对，所以我可以帮助。如果屁股是红的，可以剪。绿豆色的就可以剪了。这个这样子不行。这样就不行。OK。这样也不行。不行。这个不行。不行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差不多。那个太绿了不行，还不行。太绿。稍微还是黄一点最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。好。不行。那个不行。龟叔可以。可以。对。这边摆的，你看。你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这个你知道太绿的吗？那个可以。你反应很好。对，像这样。它树上看得清楚了。对。它会垂下来嘛。对。看着尾巴就好了。这个你看这样个。对。这样一定可以啊。这看上去就比较漂亮了啦。这个都可以。可是你看这个，这个是绿的。这个就不好，这个就不能。这个是太绿的。这个就不能剪。这个太绿了。这个要红一点。红一点，这个一定可以啊。那个是太阳照的。这个不行。这个是太阳照的，它是阳光。谢谢。阳光照的，它不是自然红，它是阳光把它照的，所以它不一样，它只那一个点。这个都是好的，你看，它自然的。是这样子。它不是太阳照的，它不是太阳照的。会了吧？你看，都好的。这个也可以剪了。我明白。这个称不要，这个不要。这个不行，贵色行。这个好吃。好，还是要这样裁，人家才会买。